后来继续来关心同婚的问题。台湾一个同志，甲澳门一个同性的伴侣，自年到台北的中正区的户政事务所要登记结婚，互户政人员甲拒绝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决，两个人胜诉，这嘛是跨国的同性伴侣争取结婚第一件胜诉的判决。今仔日阁有一对跨国的同婚到大安户政事务所要来登记结婚，户政人员是有甲收惊。但是也是无互因登记，讲也是爱交互面顶的主管机关来决定。跨国同性别结婚的民众，甲结婚相关的文件准备好，甲名签好送出去。不过，户政人员要是无随决定，互因登记结婚，敢若会使先当作特别件，再交互顶站的主管机关认定，上紧伫1礼拜内就会收到回复。有一些担心可能会被直接拒绝吧。它是有一个判决，但是我自己也不太清楚，说它到底能不能够适用到所有的跨国伴侣。家人有一点难过，因为台湾的法律还没接受那个跨国婚姻的部分。就其实很开心，很希望，但是30%还有那个紧张的感觉。昨年台湾人丁泽言和澳门同性别的另外一半两场会，到台北市中正区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，不过户政事务所无互因登记结婚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两个人胜诉，户政事务所爱允准因登记结婚，这嘛是跨国同性别的民众当中争取结婚的头一个胜诉案件。开放跨国同婚，通令全国，通令全国。目前，户政事务所爱安怎因应跨国同性别民众要求结婚的登记案件，可能就要等主管单位发布相关的措施。